睇下基督喺嗰度。耶穌話：你哋唔好信啊！喺世界末期嘅時候，耶穌會返嚟地球㗎。耶穌叫門徒要謹慎，聖經寫咗3次。喺馬太福音24章23節，耶穌話：嗰陣時有人同你哋講，基督喺呢度，基督喺嗰度。睇下基督喺曠野入邊，睇下基督喺屋入邊。你哋唔好信啊，唔好出去，因為假基督、假先知將要起嚟迷惑人。喺馬可福音13章21節同樣咁寫，耶穌叫門徒：如果有人講，睇下基督喺呢度，基督喺嗰度，唔好信，因為假基督、假先知迷惑人，要謹慎啊！喺路加福音21章8節再寫，耶穌話：將來有好多人冒我嘅名嚟，講我係基督，時候近啦，要謹慎，唔好受迷惑，唔好跟從佢哋。耶穌話佢再嚟地球嘅時候係喺天上面嚟㗎，閃電咁樣降臨。耶穌駕住天上嘅雲，有能力，有大榮耀，頭戴住金冠冕，手入邊揸住鋒利嘅鐮刀。佢用號筒嘅大聲差遣天使去四方招聚佢嘅選民。到嗰陣時，床上面2個人，田入邊2個人，推磨2個人，佢會拎走1個，留低1個。只有天父知道世界末日嘅日子同時間。耶穌再返嚟地球之前，人照常吃喝嫁娶生活。好多地方一定會有戰亂、饑荒、瘟疫、地震。喺天上邊見到可怕嘅現象同埋大神蹟。喺7年災難入邊，敵基督出現，同好多人堅定盟約。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聖殿，祭祀同貢獻。3年半之後，敵基督唔准以色列人祭祀，自己坐喺殿入邊話佢就係神。假先知迷惑所有人要敬拜假基督同埋佢嘅像，無論係大人細路，有錢冇錢，自由唔自由，都要喺佢嘅右手或者額頭入邊繡一個假基督嘅印記、名字或者數目，佢哋先可以做買賣啊！佢哋咁做，上帝非常之嬲。跟住有3年半，上帝將史無前例嘅大災難傾倒喺地球上邊。為咗上帝嘅選民，大災難嘅時間先會咁短。如果唔係，冇一個人捱得過，可以得救。7年災難之後，太陽變黑，月亮唔再光，啲星跌晒落嚟，天上面開始震動，出現耶穌喺天上面嘅預兆。嗰陣時，地上面所有民族都哀哭，佢哋見到耶穌有能力、有榮耀，坐住天上嘅雲降臨地球。之後，耶穌同天上面嘅軍隊騎住白馬，清除地上敬拜假基督嘅君王、將軍、壯士、人民。捉走假基督、假先知，活生生將佢哋掟喺燒住硫磺嘅火湖入邊。所以千祈唔好拜假基督同埋佢嘅像，接受佢嘅印記，最後會喺火同硫磺入邊永遠咁樣受苦。聖經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9節咁講：上帝預定基督徒藉住主耶穌基督得救，唔係受到憤怒。基督徒會被提喺空中同耶穌相遇。我哋去睇睇。帖撒羅尼迦前書4章16至17節講，耶穌親自會喺天上落嚟，大聲嗌一聲，仲有天使長嘅聲音，仲有神嘅號吹響。喺基督入邊死嘅人會首先復活，之後喺嗰一剎那，當時活着嘅基督徒會一齊被提到雲入邊，喺空中見到耶穌，於是就永遠同耶穌喺埋一齊。大量嘅基督徒突然間被提消失。留低喺地球上面嘅人一定係好驚好亂。呢個係由 AI Croc 做嘅資料，喺英國、美國、香港、澳洲呢啲主要嘅地方嘅法律規定，消失咗嘅人剩低嘅家屬一般要等7年先至可以向法庭申請假設死亡同埋處理佢哋嘅遺產。如果基督徒有唔信耶穌嘅家屬，依賴佢哋嘅經濟支持日常生活，喺個7年應該都好難捱，應該要預早安排流動資金。突然間被提之後，剩低嘅家屬都有錢應付生活嘅支出。我哋有手機、社交媒體、AI、人工智能、機械人，相比以往嘅世代，而家嘅生活真係好好啊！每個人都可以隨意公開想法，問 AI 一啲暗中嘅事，做一啲暗中嘅行為。科技企業有完整嘅記錄，喺末日嘅審判，耶穌可以俾你睇返你自己嘅完整記錄，你做過嘅好事或者係惡事。耶穌提醒門徒要注意謹慎、警醒、祈禱，因為唔知道世界末日幾時嚟到。佢預告呢啲事係要門徒喺佢裏邊得到平安，喺苦難入邊可以放心，因為耶穌已經勝過咗世界。信耶穌唔係一個宗教，唔係一碗心靈雞湯，而係相信上帝已經向世界宣告咗一個事實，
耶穌係主，係神，係基督。人只可以靠耶穌喺死咗之後去到天父嗰度，永遠活喺上帝嘅天國入邊，冇其他方法。人死咗之後可以再活。上帝將福音傳遍世界，俾時間人接受耶穌基督嘅恩典，但係人嘅心硬，堅決拒絕相信耶穌，而去敬拜假神，最後選擇假基督，接受假基督嘅印記、名字或者數目。世界萬物都係有時限嘅，天父定嘅時間到啦，上帝已經忍夠啦，大災難係佢嘅憤怒，要將地球上剩得落嚟嘅惡人惡事一次過清走。之後嘅1000年，耶穌同埋嗰啲復活咗佢揀選嘅人喺地球度過基督嘅千禧年。